觸電後變磁力王，金屬玻璃吸上身。匙羹得咗，銀仔冇問題。俄羅斯呢個男仔可以將啲嘢捉住，唔係靠一身肥肉，而係好似電影 X-Men 個奸角磁力王咁有異能喎。佢話有次放學輕輕挨喺燈柱度，點知燈柱漏電，雖然電到飛起，又電到暈暈地，但佢都冇去醫院，直接翻屋企。點知怪事第二日就發生，一瞓醒發現床上面啲銀仔，食完早餐個匙羹直接，先知自己有磁力，仲會傳染俾其他人。雖然佢暫時控制唔到呢股能力，有次仲發現連玻璃都吸到，但就話希望將來可以用嚟幫人啊。其實除咗佢，過去都有人聲稱自己有磁力，好似俄羅斯呢個工人咁，話自己同屋企人喺切爾諾貝爾核事故之後，身體可以吸金屬、玻璃甚至膠同埋木。不過科學家就認為同磁力無關，話皮膚出現異常黏性，只會造成有磁力嘅錯覺咋。